今天，咱們8大堂主及2位副堂主都到齊了。諸位兄弟，明天下午，咱們天地會要幹出一件驚天動地、千古留名的大事。总舵主，刘公公那邊不会出什麼問題吧？劉公公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。其實，他只要把咱們帶到御膳房，他的任務就算完成了。以他大內總管的身份，應該不是問題。咱們得手出宫以後，朝廷官兵會窮追不捨，咱們該如何脫身？諸位兄弟，周圍都看一下，天地會几百人都已經到齊了。咱們得手以後，就立刻出宮，迅速地衝出城門。只要是出了城門，咱們就算脫身了。出了城门，咱们就往这儿跑。总舵主已經安排了幾百個弟兄在這兒，他們會截住追趕的官兵，並且負責接應我們，然後大家一起跑進山裡。進了大山，那就是猛虎歸林，蛟龍入海。咱們就在這裡，就可以聽整個清廷被他們的皇太后哭丧吧。公公，召集奴才們有何吩咐啊？成贵啊，公公，给御膳房送佐料的車就要進宮了，你到宮外去接一下。這。刘公公，平時接待御膳房的料車不是王公公嗎？怎麼今兒？怎麼？本公公想換換人手，以後御膳房接佐料的事情就交給成貴了。怎麼？你想要這差事？哼，這差事也沒什麼油水。公公，您是大內總管，奴才們聽從公公的調遣安排。公公記着奴才的孝心，什麼時候也給奴才安排個有油水的差事，奴才會感恩公公一輩子的。得，好好幹，哎，忠心孝敬啊！以後有你的好。哎，謝謝公公。好啦，你們都各司其職去吧。這。快到了，小心点。站住！兵爷，是我呀，我是给御膳房送佐料的王全寿啊。你是没錯，可是這幾個夥計怎麼一個個都是生面孔啊？哎呀，說起來真倒霉。昨兒啊，我過生辰，請店裡的夥計喝酒，這沒成想，有一道菜裡出了問題，大夥兒都鬧肚子啊，那拉的是一塌糊塗啊！這給宮裡送佐料，不敢耽誤，沒轍，我只好到朋友那兒臨時借了幾個夥計，這不趕着送貨來了嗎？都鬧肚子了，那你怎麼沒事啊？我哪能沒事啊？我也有事兒。可我不來行嗎？啊，就這路上我還拉了2回呢。哎呦，又來了！哎呦，看來這王老板確實是在鬧肚子。你看他那難受勁兒，可是一下子來了9個生面孔啊！月中寻归自群庭，枕上看潮头，何日更重游？江南忆，其思已无功，无酒一杯春竹叶
姐姐，皇上来了。皇上不是忙着处理朝政吗？怎么突然过来了？今天朕较清闲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正好听见你谈议江南，朕真是好耳福啊。皇上快坐吧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为何不让他们进去？哟，是李公公啊。怎么，今儿由您负责接车？没错，刘公公让我以后负责这事儿了。我在里边等着，看见你拦着他们不让进去，便出来问问。是这样，送佐料的王老板带了几个生面孔的伙计，我这儿正查着呢。生面孔？闹肚子，都是闹肚子。我跟兵爷已经说过了。那就赶紧让他们进去吧。在宫门口挡着路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好吧，那李公公你等一会儿，我得一个一个的查，查完一个放一个。来人呐，来，给我仔细的查一下这几个伙计身上有没有违例的东西。好。站好了。好，拿过去。兵爷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拿手抬起来。你过来。过来这邊。好了，那邊。行，你。头，这几个人身上没有搜到违例的物件。兄弟，那这几輛车现在可以放行了吧？把车上所有的物品都给我查一下。慢着，你干什么？想替我验货吗？哼，李公公，今天的事儿特別，我得查仔細一點，看看這車上有沒有什麼刀劍武器。給我查。這。头，这里面全是辣椒酱，真他娘的辣！你说话小心点儿，什么叫真他娘的辣呀？这些可都是给万岁爺和太后娘娘做御膳用的佐料。哼，你這話，本公公要是告發上去，哼，小心你腦袋搬家。哎，李公公，屬下都是在執行公務，您就別抓小辮子了吧。繼續查。皇上，姐姐，皇上，怎麼今天看英格爾這臉色有點不太對勁兒啊？怎麼，英格爾有事不高興啊？是啊，英大人今天好嚴肅啊，看到本扣扣連個笑臉都沒有。啊？娘娘，扣扣，奴才哪能又哪敢不高興啊？聽英格爾說這話還酸溜溜的，怎麼被皇上訓斥了？朕哪敢訓英統領？實話跟你說吧，英格爾懷疑劉光彩有問題，就派人暗中監視他，這不被劉光彩給識破了，鬱悶着呢。英格爾，你怎麼懷疑劉公公有問題啊？而且還派人暗中監視他？哎呀，娘娘您是不知道，奴才監視劉公公那是犯了皇上的旨意，誰知道皇上後來又變卦，還訓了奴才一頓。哎，英格爾，你可真行，你竟然懷疑劉公公。你該不會懷疑本扣扣也在暗地裡調查我吧？你還是皇上的侍衛統領呢。行了，小扣子，你就知道幸禍樂災，失落井下。兩個成語連續用錯，不過這意思倒是都對了。
你呀，真是奇才。啊，刘公公，长贵啊，奴才在。怎么等了这么久？火焰好了吗？回公公的话，这个黄侍卫正在帮咱们验呢。黄侍卫，啊，火焰好了吗？验好了，验好了。验好了就好。这几日正在筹备太后娘娘的万寿庆典，人手不够，御膳房也抽不出人来，让他们进去吧。这，伙计们，把车送到御膳房去。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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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，撤，撤。小安，朕想听你继续弹唱《忆江南》。好啊，那臣妾遵旨。哎，不是让你奉旨，朕是想请你弹唱一曲。朕现在啊，特别怀念江南。好，既然皇上想听，那臣妾从头给皇上唱。好。豆豆，刘公公，请带路，跟我来。走。那些是什么人？竟敢拿着刀剑！那不是大内总管刘公公吗？哎，奇怪，他带着这些人来干什么呀？不好，他们要刺杀皇上！快，你去禀报英统领。这，跟我来。我就跟你说吧。快！啊，快！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哎，刘公公叫他总舵主，那一定是天地会的陈近南。是天地会进宫了？他们不会是去杀皇上吧？杀皇上！走！哎，刘公公，这什么人呢？总舵主，一切顺利，我们进慈宁宫了。好，皇太后正在前面的院子里喝茶呢，再往前走就是院子了。太好了，如今就算是援军得报赶来，也救不了苟太后的命。走。慈宁宫，他们是要刺杀太后！快！启禀八统领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儿？什么？你们在这守着，走。走。太后就在前面的院子里。咱们一路之上未发现侍卫，平时宫里就这么安静。太后娘娘不喜欢见刀见枪，平日这里没有侍卫。走，快跟上，快！
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刘公公，糟了，咱们上当了，撤！皇上，奴才说的没错吧？刘光才这个奸贼，奴才立刻带人去杀了他。鹰统领，皇上这边最重要。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敖大人已经和禁军统领带重兵包围了紫丁宫，这帮狗贼插翅难逃。英格尔，奴才在。看来朕真的是错了。如果你想杀刘光才，现在就去。八达在，多带些侍卫守卫皇上。哎，鹰统领，还是皇上的安全要紧，那帮狗贼交给卑职处理就行了。你们都不要吵了，要去赶紧去。朕还要在这里听小婉给朕抚琴呢。这，皇上，你们都不必惊慌。这其實是朕跟皇额娘故意設的一個局，為的就是誘使陳近南和他的天地會堂主們進宮行刺，然後將他們一網打盡。看來，危害大清的天地會，終於要全部滅了。啊！原來劉公公是奉旨打入天地會的。哦，哎呀，奴才真是愚蠢。八達。你現在帶着侍衛，可以去幫鰲拜和劉光才消滅天地會。這，陳近南，你終於落網了。劉光才，本舵主真沒想到，你終究還是一條狗。哼，陳近南，你是條漢子。可是，你想推翻大清，行刺太后娘娘，真是痴心妄想，自不量力。哼，刘光才，兴許我們殺不了太后，但是你50幾口家族親人，他們會死得很慘。你也夠狠，拿自己幾十口家人的性命不當回事。宋堂主，為了這幾十口的家人，你們整整鉗制了我3年吶！我劉某人3年前回老家探親，就被你們要挾了，沒過過一天的安生日子。其他的事情，我可以什麼都不管了。我也希望我的族人能夠平安無事。可是，你們想傷害萬歲爺，傷害太后娘娘，我真的顧不上了。刘公公真是了不起，他又不會武功，單身一人同虎狼打交道，只要稍有不慎，便有殺身之禍呀。英格爾，你還別不信，劉光才的武功比你高。啊！劉公公比我還厲害？朕也是剛知道的，皇額娘把這件事情告訴了朕。今日朕算明白了，當初咱們下江南，皇額娘為什麼這麼痛快？答應讓朕帶這麼少的人去，那是因為有劉光才這個特殊的身份，因為有劉光才他深藏不露的高深武功，在關鍵的時候一定會保護朕。看來你對你的主子真是萬分的忠誠，萬分的臣服。劉光才，你真是一條好狗。一條數典忘祖的好狗！哼，今天你罵我什麼都行，我不還嘴。你們口口聲聲要反清復明，聽起來是多麼的冠冕堂皇啊！可那只是你們自己滿足私慾的一個借口。大清的江山
坚不可摧。说得好。陈近南，你来听听同为汉人的刘光才说的多好，他讲的都是肺腑之言，你真应该放下身段，好好的听一听。别看他是个公公，他才是真正的英雄。难道你就不能从他身上悟出些道理吗？本舵主悟出的道理，那就是人和狗没有共同的语言，就是千萬不可相信一個狗太監。陳近南，如今就連神仙也救不了你。只要你答應放過劉光才的幾十口族人，不再同我大清為敵，哀家就可以放你一條生路。不二季布木布泰，本舵主知道你手段老辣，陰險狡詐，可是沒想到你還會如此的天真。陳近南，皇太后心慈手軟，為了劉公公的家人，破例恩賜饒過你一命。難道今天你還想逃了不成？我告訴你，你們要是能夠逃出去一個人，我鳌拜就枉為天下第一大將軍。放下刀劍，我們還可以坐下來談談。不二姐，本舵主既然親率8大堂主來了，就沒有打算活着出宮。今天既然要不了你的狗命，那麼本舵主就把命留在這兒了。兄弟們，上！刘光才，沒想到你這個走狗居然是個武功高手，你藏得可夠深的。宋堂主，論武功，不是本公公的對手。看在你妹妹的份上，不讓你進宮，你就是不聽。今日之事，你們一個都別想活。看在你妹妹的份上，你投降吧。狗賊休想！你將天地會害得這麼慘，也就是死，也要拉你做個墊背的。呀！皇上，咱們要不要去慈寧宮觀戰啊？朕跟皇娘商量過了，決定不去影響鰲拜和劉光才剿滅天地會。那皇上現在沒危險，那奴才能不能想去搶宮吧？恐怕你還沒到，鰲拜跟劉光才已經把宮搶完了吧？皇上，奴才不是想搶宮，奴才在江南的時候跟陳近南過招，奴才知道他有些本事，奴才是手癢癢了。皇上，您就放奴才過去玩玩唄。好吧，奴才多謝皇上。
刘公公，这个江南见过的熟朋友交给我了。你这条走狗，爷爷正想杀了你！林统领，你不能杀他。刘公公，我可不是跟你抢功。英格尔，你不知道，他是寇寇的哥哥。什么事啊？各位大人，天地会贼首陈近南率人进宫行刺皇太后。娘娘怎么样？卑职是皇太后身边的侍卫，奉太后娘娘旨意来告知各位大人，让陈近南进宫是歼灭陈近南的圈套，请各位大人放心。为保证各位大人的安全，请各位大人暂时不要布置攻防。天地会的毛贼都杀光了吗？敖大人和宫中禁卫统领正率人在慈宁宫花園與毛賊打鬥，尚未結束。本王要去參戰。劍親王，這個可不行。本王要殺了陳近南，以報構憲之恨。給我讓開！劍親王，劍親王。你就是陳近南。劍親王，你怎麼來了？哎，我跟你說，他是我的，你不能插手。敖大人放心，本王不與你爭功，本王就想請他吃上一劍以報構憲之恨，便讓與你。哼，惡狗嫉妒，你私通天地會，你們皇上沒要你的命，你的命還真硬啊！哪兒那麼多廢話？姐姐，我也想去观战，我還沒有看過英格爾殺敵呢。英格爾揮劍殺敵的樣子，肯定威武極了。寇寇，別胡鬧，那邊是很危險的，這又不是打架看熱鬧。皇上，您給寇寇說說話嘛。寇寇要是走了，您跟姐姐啊，還能說說肉麻體體話呀，是吧？你這個鬼丫頭，你這是在為難朕，朕才不幫你說話。你要去啊，就問你主子，你主子同意了，朕就同意。姐姐，你若同意呢，朕就派幾個侍衛跟着他，不會有危險的。那皇上都這麼說了，行，你去吧。可是你一定要小心點兒，千萬注意安全，別傷着自己啊。姐姐放心，謝謝皇上，謝謝姐姐。秦王，仇已經報了，你可以走了。陳近南歸我了。好，本王看敖大人取賊首的性命。陳近南，我要跟你單打獨鬥，我要讓你輸得心服口服。剑親王，你這是幹什麼？敖大人，此人武功高強，本王再助你一劍，本王的仇已經報完了。你這個陰險卑鄙的小人！
站住！不得无礼！这是扣扣小姐，鹰统领的新上任，她想进去观看鹰统领杀敌，皇上同意的，让她进去。这，让开！前进，请。刘公公，他已受伤，抹伤他性命。我不想杀他，可是他不降啊！宋传，宋堂主，我和你妹妹感情至深，咱们今后是一家人呐。我们一直在找你。扣扣告诉过我，他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，他对你的感情很深。只要你肯投降，我一定向皇上求情，保证不伤你性命。我没想到，我妹妹居然爱上你这个走狗，辱我家门。我今天就是不认我这个妹妹，我也要杀了你这个走狗！英格尔，你赶紧退下，宋传不能死在你手里，要不然你跟扣扣就完了。刘公公，活捉他，别伤他性命。想活捉爷爷，做夢去吧！朕估计啊，这扣扣看了英格尔出战之后，她一定会急着嫁给英格尔的。皇上，你说扣扣和英格尔感情那么好，也到了成亲的年纪，不如皇上给他们指婚吧？好啊，朕正有此意呢。那这样，朕来做指婚人，你来给他们做成亲里的证婚人，如何？皇上这个主意好。英格尔，英格尔，扣扣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观战的。快把他带走！扣扣，这里太危险了，你先回去好不好？啊！哥，扣扣，扣扣。哥，扣扣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哥，宋传，你妹妹来了，快把头放下吧！英格尔求你了。哥，你怎么会是天地会的人？你不是一直在做生意吗？扣扣，哥一生就做一笔大买卖，也就是为了反清复明。扣扣，咱父母不是死于……宋传。你一定要在你妹妹心目中留下仇恨的种子吧，让她一辈子不得安生嘛！你把刀放下！李光彩，你再敢进一步！宋传，哥，宋传，你不必如此。万岁爷跟太后娘娘是非常仁慈的，根据你的情形，他们会饶你一命的。天地会好汉，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？哥，快把刀放下！快放下！扣扣，哥哥没能照顾好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记住哥哥的话，好好活下去。宋传，哥，敖大人，这德妃的侍女竟然是天地会堂主的亲妹妹，你看到也听到了吗？真是没有想到啊！天地会堂主的妹妹竟然已经打入了皇宫，董小宛身上又有何秘密？我们议州会议是不是该查個水落石出呢？該查，此事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。那這裡都是你敖大人的人，請下令抓人吧。來啊，把這人給我帶走！我看誰敢動扣扣！英統領，
我们议政会议要严审这个天地会堂主的妹妹，请你立刻叫人。简亲王，你也看到了，寇寇压根儿就不知道他哥哥是天地会的人。英格尔，做戏有何难呢？寇寇是何人？他又是如何进入皇宫的？我们议政会议一定要查个清楚。没错，这事必須要查清楚。我會把寇寇交給皇上，由皇上徹查。英格爾，此事不必稟報皇上。待我們議政會議徹查之後，我一定會向皇上和太后娘娘稟報的。來啊，把人給我帶走！誰敢抓寇寇？英格爾，你這是徇私枉法！你想讓宮中的侍衛爭鬥流血嗎？要知道，這犯的可是死罪。英格爾，你千萬不要跟他們抵抗，這樣會給你帶來麻煩。寇寇沒事，你趕快稟報萬歲爺。好，寇寇你可以帶走，但是你不准對寇寇用刑。啊，這個你放心，寇寇的身份比較特殊，如果用刑的話，必須有皇上的旨意。來啊，把人給我帶走。這。寇寇放心，我立刻去稟報皇上。天地會解決了，是件大快人心的事，怎麼又帶出寇寇的事來了？劉光彩，寇寇是天地會重要堂主的妹妹，這件事你為何不稟報哀家？太后娘娘，寇寇對於他哥哥是天地會的堂主一無所知，奴才也沒有想到，寇寇去看熱鬧，竟然碰上了宋傳，寇寇是無辜的。他再無辜，其兄是天地會的堂主，他又身在皇宮，能洗脫嫌疑嗎？如今他被議政會議抓到，是件麻煩事。是，奴才糊塗，奴才該向太后娘娘稟報，但奴才怕給太后娘娘添麻煩。你怕給哀家添麻煩？此話怎講？太后娘娘，這收網消滅天地會賊首是大事，太后娘娘跟萬歲爺一定是通過氣的。德妃跟寇寇親如姐妹，萬歲爺也對寇寇無比的厚愛。奴才想，萬歲爺要是知道寇寇有一個天地會的哥哥，定會給德妃娘娘個面子，放過宋傳，這樣就會節外生枝，影響了太后娘娘的滅賊大計。你倒想得很仔細，可如今出了這個意外，議政會議定會拿這件事大做文章。什麼？你說寇寇他哥哥既是天地會的人？奴才請皇上下旨，趕緊放了寇寇吧。奴才真怕他們對寇寇用刑啊！沒有朕的旨意和皇額娘的旨意，他們是不敢用刑的。但英格爾，你要知道，寇寇這件事情，朕不能馬上下旨放了他，因為朕必須要讓議政會議審出一個結果才行。明白。只要他們不對寇寇用刑就好。皇上，寇寇之前絕對不知道他哥哥就是天地會的人，我們一直都以為宋傳只是個生意人。再說，寇寇進宮以後就再也沒見過他哥哥。朕也不相信寇寇知情，但現在議政會議知道了，議政會議不會相信的，而且議政會一定會拿此事大做文章。是啊，皇上，議政會議肯定會拿此事做文章的，他們肯定會重提廢妃的事情。是啊，看來議政會議抓寇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劉光彩，議政會議定會問你，你是如何進入天地會的？
一定會問你，Coco是否真不知道他哥哥是天地會的人。皇帝也一定會問你的。你是這件事唯一的證人，你如何回答問題，將會決定德妃的命運。太后娘娘是說，Coco的事會牽涉到德妃娘娘。這還用說嗎？Coco的哥哥是天地會的重要堂主，那顯而易見，Coco很有可能是他哥哥安排才進宮來的。之前柳二雲瞞着你，用解藥讓董小宛懷了孕，那件事只是柳二雲幹的嗎？若有 Coco 的參與，那調包之事便易如反掌。董小宛的妹妹是天地會的人，那董小宛又是何人？董小宛进宮，是否早就存有祸心？太后娘娘的意思是，叫奴才在万岁爺面前、议政会议面前做假证，說假話。刘光彩，若關鍵時刻一句假話，能將我大清一個重大禍患去除，這句假話值萬金吶！奴才謹遵太后娘娘懿旨。若你做了這樣的證詞，皇帝再無能力保護德妃，德妃解決後，後宮和朝廷才算是真正的太平。你的那個證詞，要在關鍵時候聽哀家的旨意才可以說。這之前，任何人，包括皇帝問你這件事，你都說太后有旨，暫時不能說一個字，你明白嗎？奴才謹遵太后娘娘懿旨。劉光彩，你為了大清做出極大的貢獻，哀家要不惜一切代價救出你的幾十口親人。你現在去傳鰲拜和嫉妒。多謝太后恩典。小婉，别害怕。皇额娘圣明，她怎么会相信Coco是天地会的人呢？再说了，刘光才是知情人，他可以出来作证的。就算议政会议拿此事做文章，也要失败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情，皇额娘定会和朕保持一致的。皇上圣明，这事只要皇额娘和皇上保持一致，议政会议想掀起什麼風浪，也怕是妄想。是。皇上，只怕你過於樂觀了。你若知道太后娘娘對我做過何事，你便明白太后娘娘是多麼的深不可測。可我不能告訴你，小婉永遠也不能告訴你啊，皇上。我說的都是實話，兩位大人為何就是不信呢？這位大人他親眼看到我與哥哥相見時的情形。大人，你看，我跟我哥哥像是一直有聯絡的樣子嗎？大膽奴婢！你一口一個我，一口一個我，被你們家主子慣得沒樣子了。你不知道你該稱自己奴婢嗎？我是奴婢，可皇上都允許我不自稱奴婢。我與兩位大人素不相識，我也沒有犯過任何的過錯，我為什麼要自稱奴婢啊？放肆！就憑你不懂卑尊，違反了宮中的禮儀，就可以將你痛打一頓。打吧，你們打死我算了。我哥哥已經死了，我要不是想着英格爾，想着我家主子德妃娘娘，我早就不想活了。议政会議想借此事做文章，這個兒子很清楚，可您怎麼也會相信Coco是天地會的人呢？信不信這件事必須要有證據。Coco只有這一個哥哥，聽說他倆感情極深。要說Coco並不知道他哥哥是天地會的人，說得過去嗎？皇後娘，這件事情
兒子想，您跟儿子的想法判断是一模一样的。儿子了解扣扣，扣扣这个女孩平时嘻嘻哈哈的，她真的是很善良，没有什么心机，她怎么会跟天地会有瓜葛呢？皇帝，天地会的人都是受过训練，甚至视死如歸的。扣扣要装成嘻嘻哈哈，一點心機都沒有，恐怕並非難事。再說了，董小宛是扣扣如意佳人，董小宛到底又知不知情呢？皇娘，皇娘可別把小婉也扯到這件事情裡來。如果說扣扣是天地會的人，那必須得有鐵的證據，要不然兒子不會相信。你要真想死，真敢死的話，你往牆上撞啊，無人攔着你。你這個天地會的小奸細，死了也活該。你這個混蛋，我才不會上你當呢！我死了，你會說我畏罪自殺，然後陷害德妃娘娘。我是不會上你當的。哼，來人吶，在，打着小奴婢50大棍。走。放開我！皇帝要明白事情的嚴重性。若扣扣是天地會的奸細，那董小宛進宮的目的便十分可疑。就基本可以肯定的是，陳近南和扣扣的哥哥知道皇帝愛上了這個女人，就精心策劃了一個陰謀。皇娘，這件事情如果扣扣真的是被天地會安排的，那又怎麼能證明小婉就是天地會的人呢？小婉對這件事一無所知，她何罪之有？議政會議想借此事廢除德妃，那就是欲加之罪，是借題勾線，朕絕不答應。皇帝絕不答應。皇帝這話，難道是要同議政會議因為這件事動武嗎？是想動用兩黃旗保護自己的女人嗎？皇娘，現在兒子還真想動用武力，好好整治整治那幫議政會議的王公重臣們。不過兒子不會這麼做，兒子不會動用武力對付自己人。兒子現在非常痛苦的是，在董小宛這件事情上，皇額娘的意見居然和議政會議如此一致。額娘所做的一切，都是為了你，為了大清的江山。扣扣小奴婢，如果不將你哥哥安排你進宮的事全都招出來，這50大棍打下來，你想死也得死，不想死也得死啊！大人是想要逼我說假話？好啊，來吧，扣扣不怕死，扣扣就算被你們打死了，英格爾會為我報仇的，皇上也會為我報仇，他不會放過你們的。好，把這個死丫頭押下去，賞她50大棍。且慢，本王不忍心看你被打得皮開肉綻，本王再給你一次自首的機會。你的事跟德妃無關，皇上也不會為了一個天地會的奸細來保護你。你若能說出實情，罪行可以減輕不少。如若你被打得皮開肉綻，受不住了再說出實情，那你的性命鐵定是保不住了。扣扣，快說說，你哥哥是怎麼指使你的？大人，我進宮以後跟我哥哥便沒有任何聯絡，你要我說什麼呀？皇帝，坐吧。明日的議政會議將會調查這件事。議政會議為這件事有權質詢德妃，皇帝讓德妃到場可好？讓小婉接受質詢，兒子去跟他說吧。明日的議政會議，額娘也會參加。扣扣，
你既然已經進了宮，跟着主子享受荣華富貴，那就應該與天地會的人劃清界限。天地會的人全都是壞人，他們全都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。你看你哥哥，他就是個惡魔，他竟然敢進宮行刺皇太后。我哥哥是好人，我哥哥是好人，你才是混蛋，你才是混蛋！行刺皇太后的人怎么能是好人呢？天地会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人，你看他们一个个都像是阴沟里的老鼠，所以他们又叫做老鼠会。你跟他们不一样，扣扣，他们又脏又臭，你是个又干净又漂亮的姑娘，现如今又进了皇宫，那就是我们的人，所以你应该对你哥哥那只又脏又臭的老鼠吐唾沫。你呸！我哥哥是好人，天地会不是老鼠会。你哥哥就是坏人，天地会就是老鼠会，你跟他们都一样，你也是天地会的人。我就是天地会的，怎么着？铁路官，全都记下了吗？王爷，都记下了。好，德妃现在完蛋了。你给我拉出去！你个混蛋！你骗我说假话！你个混蛋！放开我！小婉，明日的议政会议，你不要怕，照实回答他们的提問便可。明日皇额娘也要亲臨太和殿，想來明日的局勢一定是極為嚴峻的。皇上，你可一定要有所準備啊！也沒有扣扣的消息，不知道他會不會說錯話。就算扣扣說錯了話，也是索尼跟簡親王他們逼的，朕不會認的。明日皇上一定要冷靜，不管發生什麼事，皇上都萬萬不可衝動啊！你放心，朕會冷靜的。皇上，要不明天奴才多帶幾個人去太和殿？不必，往常帶多少就帶多少，一個也不必多帶。皇上，多帶些侍衛也能鎮着那幫狂妄的大臣。英格爾，皇上不讓你帶那麼多人，是皇上的胸懷和氣度。再說，明日太后娘娘也要親臨太和殿，你帶那麼多人去，不是讓太后娘娘難堪嗎？聽聽德妃娘娘說的，你還不如德妃了解朕呢。不過英格爾的人一個頂10個，鎮着那幫議政大臣們也足夠了，沒事。你的家人可都還平安？謝太后娘娘。虧得太后娘娘讓鳌拜大人放走了那幾百個天地會的人，還把那3個受了傷的堂主交給了他們。他們將奴才的家人全都放了，奴才的家人平安無事。起來吧。謝太后娘娘。哀家這次叫你來，有件事要叮囑。明天議政會議將決定由扣扣引發的德妃之事，皇帝要去，哀家也決定出席。明天你的證詞將是至關重要。太后娘娘放心，此事重大，奴才絕不說錯一個字。皇上萬歲！太后請講。眾愛卿平身。謝皇上。諸位愛卿，今日皇太后親臨太和殿，足以見證今日所議之事十分重要。現在朕與各位大臣們先聆聽皇太後的聖訓吧。皇帝說得對，若不是事關重大，哀家不會出席此次朝議。哀家到太和殿大殿內說話，總有干政之嫌，對嗎？太后娘娘，
今日议政會議所議之事，涉及到廢除德妃，此事必令皇上不快，所以議政會議還真得恭請仰仗太后娘娘做主。簡親王太高抬哀家了。如果所議之事證據確鑿，議政會議只要依律做出決定，那皇帝與哀家自然無權反對。所以今日能夠做主的，不是哀家，甚至也不是皇帝。郑王爺，您是首席议政大臣，相信今日所议之事，議政會議一定也有結論。您不妨將議政會議的意思告訴皇帝。今日議政會議所議之事，涉及到德妃董小宛涉嫌与我大秦死敌天地会有染。董小宛进宮，實在有不測之目的。現有證據表明，董小宛進宮可能是天地會內應。懇請皇上立即下旨廢黜德妃。郑王爺，如果皇帝還像從前那樣不同意廢妃，那麼議政會議有什麼辦法呢？太后娘娘，此事重大，臣等已議過，如果皇上還像從前那樣堅決不廢妃，議政會議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，將行使權力，直接廢黜德妃。Coco， 姐姐 ，Coco， 他们没欺负你吧？姐姐 ，Coco 说错话了，嫉妒那混蛋，他逼我说假话。不准交谈，走。姐姐 ，Coco， 別害怕。姐姐。郑親王，你說董小宛是天地會派在朕身邊的內應，證據何在？回皇上。昨日索大人和簡親王審問了德妃視如親妹妹的貼身侍女宋扣扣。宋扣扣她承認是天地會的人，宋扣扣的供詞已記錄在案。扣扣她怎麼會承認她是天地會的人？好啊。就算扣扣他真是天地會的人，這與德妃又有何關係？難道議政會議據此就可以認定德妃她也是天地會的人嗎？她進宮裡就是要來加害於朕的嗎？皇上，要知道扣扣是天地會的人，德妃是否知情？這件事需要由議政會議對他當面質詢，請皇上允准。好，劉光才，奴才在。去把德妃請進來。這有扣扣的口供在，本王倒想看看，皇上你還怎麼偏袒董小宛？臣妾參見太后娘娘，參見皇上。愛妃，平身。謝皇上。德妃來了，各位大人有什麼想問的，就問吧。臣謝太后娘娘。德妃。你與你的侍女扣扣關係如何？回簡親王的話，扣扣雖是本宮的貼身侍女，但本宮和扣扣感情頗好，本宮一直拿扣扣當親生妹妹對待。好，
德妃并不諱言與寇寇的關係，足見心胸坦蕩。那德妃與寇寇的關係如此親密，且寇寇又跟了德妃好幾年，在江南時，寇寇與他唯一的哥哥宋傳常有聯繫，而宋傳又常去戲園找寇寇談事兒。難道德妃竟然沒有發覺這兄妹倆是天地會的人嗎？本王請德妃據實回答，不得隱瞞。寇寇的哥哥是天地會堂主，這事本宮剛剛知道，寇寇也是剛剛知情，而且本宮絕不相信寇寇是天地會的人。哼，德妃，你的事應該叫你的親妹妹宋寇寇，她自己已經承認了是天地會的人。寇寇天性單純，如果她承認她是天地會的人，想來也是有些人在審問時故意激怒，故意誘騙寇寇所致。德妃，竟然敢懷疑我們議政大臣審案的公正，真是口出狂言！基督，審案的時候不要那麼激動。再說了，德妃她的罪名還未查實，你對她不得無禮。朕請你對朕的愛妃尊重一點。臣剛才失儀，臣為了大清，情緒有些激動，請皇上見諒。繼續吧。寇寇，你方才說你說錯了話，你說了什麼？那個嫉妒簡直壞到極點，他故意不斷地辱罵我哥哥，激我上當，我上當了，我說了一句，我就是天地會的，你想怎麼樣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當時我一着急。这可被他們抓到把柄了。英兒，怎麼辦？德妃明知其侍女是天地會的人，而拒不承認，還加以包庇。臣以為，這是德妃對天地會的同情和支持。臣進一步推測，這董小宛本人是不是也是天地會的人呢？若是，則在江南，董小宛他本人有意魅惑我大清的皇帝，試圖進入皇宮，禍害我大清的江山。見親王言之有理，此事重大，懇請皇上明審明斷。皇上，臣附議。左大人言之有理，臣附議。臣附議。对三阿哥下毒一案，之前我們只知道是那個天地會奸細柳二雲所為，如今真相大白了，這至少是寇寇與柳二雲相互配合、裡外聯手做的案，也更可能便是董小宛自己的手筆。柳二雲為了掩護德妃跟寇寇，主動逃出宮去，還留下張字條施以迷霧。哼，可惜天網恢恢啊！德妃還有什麼可解釋的？本宮無需多解釋，本宮想說的是，議政會議所強加給小婉的罪名，都是莫須有的欲加之罪。小婉在江南時，尚不知黃公子便是當今聖上，又何來禍害大清江山可言？朕對剛才簡親王嫉妒所詳細的分析，先做一個總結。
那就是胡言亂語、信口雌黃。皇上，臣妾恳请皇上莫要激动，事实的真相是篡改不了的呀。德妃，你别说话，朕就要和他们讲讲事实。是。太后娘娘，皇上宠爱德妃，哪怕德妃犯下滔天罪行，皇上也绝不会下旨废妃。老臣以为这件事情，皇上走得太远，议政会议必須做主了。郑王爷不必着急，议政会议断案首先看政治，先听皇帝把话说完。郑王爷，你不要太急了。董小宛是天地会内应，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朕在江南是以皇公子之名認識小宛的，何有小宛有意魅惑我大清皇帝之說呢？這就是事實。皇上，宋扣扣已經有供詞在案，那皇上是否認為扣扣是天地會的人？這難道也是假的嗎？首先，朕不相信扣扣是天地會的人，德妃更不可能是天地會的人。朕現在回答所有問題，你記得聽好了。如果扣扣是天地會的人，朕無所謂；如果德妃也是天地會的人，朕也無所謂。朕照樣會一如既往的愛她。太后娘娘，您听见皇上对议政会议的解釋了嗎？皇上這是逼我們議政會議立即行使權力，廢黜德妃。太后，皇上已經被這個妖女蠱惑了，皇上已不顧大清江山的安危了。老臣懇請太後再勸勸皇上，如果皇上還是一意孤行，不聽勸告，議政會議將立即宣布廢妃。皇帝，你的這番話極為不妥，你必須給哀家和議政會議個解釋，你為何要這麼說？皇後娘，各位議政大臣，朕之所以這麼說，那是因為朕相信大清江山已是固若金湯的自信，是朕對自己權威的自信。區一個天地會有什麼了不起？若我大清將這天地會視為洪水猛獸，那就太抬舉他了。在朕看來，這陳近南的天地會就是一群烏合之眾，因此朕才沒有追究扣扣是否是天地會的人，德妃又是否知道扣扣是天地會的人，或同情天地會。朕只知道，朕和德妃是真心相愛的，沒有半點雜質。德妃也絕不可能有絲毫害朕之心，這就夠了。皇上的胸懷與自信令臣十分欽佩，但是皇上若是出於深愛德妃娘娘而不予追究，臣難以接受，請皇上三思。皇帝，敖大人的話你都已經聽到了。最忠誠的鳌拜都表明立場，皇帝難道想看到議政會議集體決議，宣布立即廢除德妃嗎？皇後娘，兒子不想看到這個局面。那皇帝打算怎麼做？一個，奴才在。去把朕要的東西帶過來。這。
皇上。众位爱卿都平身吧。谢皇上。众位爱卿，想必大家都认得这4方旗印吧？两方是正黄旗，两方是镶黄旗。这2方旗印是皇额娘不久前刚刚交给朕的。皇额娘在交印的时候，还特意要朕保证，绝对不会用它来对付自己人。其实不被皇额娘叮嘱，朕也不会用它来对付自己人。如今，朕不仅将皇额娘交给我的旗印带来了，也把朕之前自己掌管的另一半旗印一并带过来。皇上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议政会议只是为了帮大清清除隐患，绝对没有絲毫要皇上交出旗印的意思。皇额娘，各位臣工，朕是绝对不会废掉德妃的。若你们还是一味的给德妃定一个莫须有的罪名，那朕告诉你们，你们大可不必。朕现在就带着德妃离開皇宮。朕這麼做，絕對不是意氣用事，更不是有意要要挾誰。朕是反覆思量之後，才做了這個決定。想要解決德妃之事，只有這麼一個辦法，所以朕就成全你了。今日啊，就將這4方旗印拿出來還給朝廷，還有朕的玉璽在御書房，也一併還給朝廷。大清江山有皇額娘和各位忠臣在，我愛新覺羅福臨放心了。皇上，
皇上，皇上。皇上，皇上，你不能这样！事情怎么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啊？臣实在是无法接受啊！皇上，臣也无法接受啊！臣恳请皇上收回这种害人的想法，从长计議啊！敖大人、蘇大人，不必難過。既然這是皇上深思熟慮的決定，我們議政會議是攔不住的。我們議政會議現在最應該跟太后娘娘一起，在皇上退位之後，責立右軍。起來吧。謝謝太后娘娘。敖大人，你先別難過。簡親王，你也高興得太早了點兒。皇帝他才23歲，他怎麼會退位？說實話，哀家對皇帝今日的表現十分欣慰，尤其是皇帝為了避免不可調和的衝突，毅然決定交出兩黃旗印。哀家為皇帝喝彩，好一個大清皇帝！皇后娘，兒子知道自己很無用，但兒子沒辦法，兒子必須要這麼做。兒子知道不孝，兒子讓皇後娘失望了。不，福臨，你沒有讓額娘失望。額娘不是在嘲諷你，講的都是真心話。皇帝真是成熟了，皇帝已經成為一代明君，這是我大清之福。皇後娘，您說的是真心話嗎？這個太讓兒子不解了。太后娘娘的話，不僅皇上不解，臣等也十分不解。太后究竟是何旨意？請太后明示。太后娘娘，現在是不同意廢除德妃了嗎？難道太后要置我大清江山不顧，繼續容忍一個漢女為妃？繼續容忍皇上要這個漢女不要江山嗎？簡親王，你問得好。哀家的旨意便是，德妃不能廢，不該廢。皇帝既要董小宛，更要大清江山。董小宛是個不可多得的好女人，她值得皇帝這樣愛她。应统领，兄弟，我知道你們歸禁衛統領管，可興許不久的將來你就歸我管了，明白了嗎？好，應統領要高升了，卑職恭賀應統領。下去吧。是。扣扣，你沒事了。太后娘娘是站在皇上這邊的，剛才太后娘娘說了，再也不准提廢除德妃娘娘的事了。你沒聽錯吧？
這怎么可能呢？走。太后娘娘，这件事情把臣等都弄糊涂了。何以对德妃这事，太后娘娘会有如此突然巨大的转变？这里面有什么原因或是深意吗？还请太后明示议政会议。郑王爷，咱们从这件事情的起因说起吧。本来德妃的风波，宫中已经平静，是哀家收网消灭天地会賊首之事，爆出寇寇是天地会堂主的妹妹，才会带出后面的事。宋寇寇是否是天地会的人？是的话，兴许德妃会受到牵连；但若不是，那既冤枉了寇寇，也冤枉了德妃。哀家说的对吗？刚才简亲王说，寇寇已经承認自己是天地會的人，這是真的口供，還是被誘供逼供的？打進天地會的大內總管劉光才就最清楚。下面讓劉光才回答這個問題吧。不過哀家要說明一下，劉光才是我大清的忠臣能臣，所以他說的話絕對可信。若是有人懷疑劉光才的話，就是懷疑哀家。劉光才，奴才在。你來告知議政會議，宋寇寇是不是天地會的人？宋寇寇又是否知道他哥哥是天地會的堂主？這，各位議政、王爺大人們，奴才以性命和對大清的忠誠起誓，下面說的每個字都是真實可信的。德妃娘娘，她的侍女宋寇寇，对她的哥哥是天地會一事毫不知情。